你嘛他发紧，航渡三年心。我阁学一条客家歌。来，我看一个啊，这个，好来，我来录开头。啊，哈阁先穿一下大开一下安尼哈，换一个开一个。好来，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大家好。嘿，你好，大家好。啊那蛤蟆袂记起安尼，煞袂记你讲。袂，我已经晓背啊！我跟你讲，我是想吹一个看一个尔，无我已经晓背啊。啊，比如讲，逐集拢我重新念的啊。是吼。无啦，香香当点到毋知要讲啥呢？都在唱歌，所以唱一个煞袂记你要讲啥。哦，我先介绍者，我第二个上这，来先开头先甲大家来开讲一个啦。我分享一下迄个5月28即个活动的心得。咱之前有做即个活动，就是算台语 for podcaster。咱之前伫节目内底嘛有宣传一个，邀请大家做伙来算。那迄天嘛真感谢一寡朋友大家都做，包括电顺聪先生，大家拢有做伙来做伙佚佗，做伙算，嘿来斗闹热无共款的人有诶毋是台语的频道甚至有咱的听友嘛有来，大家做伙来算真趣味，嘛有台语可能无甲遐认真，但是专工来甲遮训练家己用台语其实是足甘心的啦，讲实在，有诶人台语其实毋是讲一定拢就遮顺势遮够讲安尼，对，嘛是真拍拼，咱机构的手两人三个人听，比动作这边就是甲迄个，甲迄个综艺节目共款综艺节目拢有迄个款的游戏共款的咧，就是互大家摇过字，但是真好算啦嘛有算一个人讲倒椅或者倒算就是桌游。用这个倒椅的方式来练习台语，嘛有互相交流的时间，嘛有大家分享讲我的频道是做啥物的，所以这频道的内容真济有做这个国防议题，查某囡仔做的毋是查甫做的议题，互相交流这无共款的物件，真好啊！咱当流行讲时间讲下界下过界，就是甲无共领域的人跨行，是，就是甲男做伙安尼。所以我嘛拄着查某囡仔是伊的主题是讲性别平权，性别平权，有这个性别啦，咱讲迄个国防，当然讲国防，这是两个共一个频道。当然嘛有艺术的，咱的友台艺术的频道，那嘛有这个讲囡仔故的，囡仔故事，囡仔故就是儿童故事，对，个的童话啦，简单来讲，个有这个个什么，真侪款讲教育的嘛有。讲真济种讲心理的嘛有，各种各样的其实这未来拢有真济可能会使合作啦，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参咱做伙来合作的方式安尼。是，嘛真感谢迄天真济朋友来到现场，当嘛讲即个郑顺聪先生，咱郑先郑老师，是，这伊嘛早册来甲大家分享。本来我是希望讲伊来分享伊家己的新册，叫做台语心花开，心花开，你的李谦呐，是不是？就是伊的即个伊的歌内底迄个心花开但是。我讲老师真正是人真趣味伊无讲伊家己册内容，伊嘛无伫宣传伊家己的册。安尼电脑是真，我感觉真厉害，就是讲伫现场来就是电脑是先问大家讲，你每一人是做啥物频道你若是
无做频道的人，你未来若想要做，你认为你会做什么款的频道，什么主题吼？大家分享家己的频道的内容，以外嘛去问讲，比如讲你的频道内底打一集的这个主题是上受到欢迎主要的题目，主题是上主要题目，打一集是上受到欢迎的，大家讲这大家这个收听率特别悬，还是大家反应特别好，像这款的拢有。老师真正真趣味啦，就是来甲大家做这个互动然后气氛其实更较热闹，更较好耍安尼。伊嘛会鼓励大家若袂晓的事，大家嘛使现场讨论，因为大家有当时生活当中，你有的物件要用台语，咱无迄个惯势，袂发展出新的名词所以要安怎去，凡是有旧的名词内底有，或者是新的要安怎甲从中心去甲南做伙，重新发展出一个新的事现场真侪真趣味的讨论，听大家伫分享家己拄着的问题嘛，拢真好耍。但是有一个结论啦，就是讲你若做 podcast 频道的人有两款啊，一款就是你若无开时间伫咧写稿，就是爱开时间伫咧加音档。你若是开时间写稿，就较毋免开时间加音档，就是看你时间开伫搭。像我是写稿的人，我可能爱开8点钟伫写稿，差不多平均我差不多做一集爱8点钟以上的时间。因为都爱个内容，家己爱了解。你爱做功课，你爱写稿，但是相对好处就是我对规个咱对节目内容的这个结构，你讲结构的结构，伊这个顺序。我会了解真清楚，他顺序落来，所以我是我免搬风，然后我免遮头前这段这安尼可能咱若是用开讲的方式，可能讲这其实应该倒去后壁较拄好你就会爱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大风吹安尼。但是我会就免，因为我真清楚我每一段是啥物物件所以我只要加一寡，比如讲咱定讲喙暖声啦，还是喷麦的声啦，一寡杂音啦，加调大概像安尼就会使，我都准备好因为我头前开足侪时间伫做准备。然后另外一款是较开讲型的，咱有一个主题，但是我无伫写稿，无写内容，大概知影讲大纲大纲就是大纲就是讲我大概写一个知影讲我可能会讨论这几个问题定因为开讲就歹抓准的，所以定讲甲把你写的甲你讲的拢无关系，对，所以你真正要加的时阵就艰苦的，你时间过6点钟开伫遐，因为咱开讲的时有真正是南美岛一定安尼嘛，一直去，天南地北就是咱南美讲这一定会嘛，你若无抓到等下有时抓袂入来，你走进去了有通抓袂倒来，所以这时阵这款的 podcast 因的辛苦的所在就是后壁就不较容易像我是辛苦伫头前，我先做功课做准备，我知影讲我每一段我头前要讲啥，后壁讲接啥是应该做的。然后要讲辛苦里后甜嘿啦，辛苦里后甜先苦后甜艰苦先伫头前，后壁再来享受对，这个大概也是这款的这个艺术啦这就是咱我去这个5月28活动算台语 for podcast 这个感想当然嘛，真正足感谢大家这个大家到收听来捧场来做伙来耍有法度甲大家做伙开讲其实真足欢喜的但是后一届当时要办这就更较以后毋知啦，顺其自然啦。办一届讲实在嘛是真忝啦劳心劳力那以后有办，请大家都把握机会因为我毋知还佫会一届无因为真正是无迄个慢慢期待啦机会啦无毋对咱今日真正式内容要开始进前佫有一个代志甲大家讲一下就是咱有送册的活动那才好预告一个总共会送出3本是个咱刚讲的郑顺聪先生郑顺聪先生的这个台语心花开这是这个伊的新册伊的内容其实是华语写的爱参揽着一寡台语词互大家了解，用足轻松简单的方式甲你生活当中拢有关系的方式来去会晓真侪台语的用词水开的这较人一听就讲这真正会晓台语的像这款的用词，然后册内容或者是这个要安怎摕到这本册免费送你这本册咧咱伫咧节目当中教授那么会讲咱先预告一下，所以你好好听真足听认真听但是在这里伫遮先甲阿聪先生说一个多谢一个你送对，顶晚还有写你的名嘛我今日嘛再来互你好，来咱先进入咱今日的主题咱今日要讲什么故事毋知对咱今日要讲的故事离单也无算伤远啦，伊人无算伤远好你讲无算伤远真远
即个听友若看标题就知影啦，咱即集叫做新命级的防空系统马祖新炸弹。炸弹知影吼？炸弹就炸弹，炸弹就是炸弹，炸弹。炸弹就是炸弹。空袭的时阵，天顶迄落来，迄就是砰，对对。啥来讲做新命级的防空系统？防空系统就是防空系统啦。咱一般讲国防军事即个防空系统，若人即个飞弹拍来，咱爱有一个防御的方式嘛，咱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咱即届要讲这是新命级的。新界的，安尼哦，但所以咱就知影讲，这有两个上重要的这个关键字词，一个是马祖，一个是炸弹。马祖兼炸弹，这两个词咱爱家会记哩，咱咪讲到这个物件。但是伫咧讲这个马祖新炸弹进前第一咱先了解炸弹是安怎来的。若要讲起炸弹，你就一定会提起到这个空袭这件代志。空袭较早知影学来迄落来，咻飞机飞，然后也讲到紧诶爱走无错，走去防空洞。无毋对咱其实。较大啦，真侪所在嘛，还有看到即个防空壕，防空洞或者防空壕，防空壕比较较少啊啦。有已经封起来啊，但是有诶所在其实还佫留着，当即个防空壕诶存在，迄就是若有即个空袭警报来诶时阵，咱就逐个爱秘去防空壕内底对无？对。较早你若包含着你若看即个日本的卡通叫做《萤火虫之墓》嘛，有现代嘛拢走过，我走过，你的时代可能捌佫小可捌试过，我是无啦，我是无对着。有捌走过，嘛不哩好耍的感觉，无来人阵都迄是较无了解代志，只是演习时代无共款。爱走去比起来，免读书啊，对啦，你讲就免读册啊。几节课尔啦？你敢知影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是谁来空袭台湾的无？台湾的做防空壕是因为有人会来空袭，对无？咱后壁敢若需要做即个演习嘛？是谁来空袭台湾的？你甲我讲就好。台湾历史可能无解释的款我无读历史，也无读地理。来，第一个，几落个啦？第一个，中华民国甲当时的苏联。是安怎讲？迄时阵的中华民国内底是无台湾的迄时阵台湾是属于日本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是伫咧日本的统治，日本时代。所以即个1938年2月23号，中国就甲即个苏联打出落下啦，但是较早做苏联较大，苏联中国甲苏联就飞到即个台北。松山即个飞行基地、飞行基地松山机场，是当时迄时阵目标甲范围其实无讲遐大，主要就是针对即个军事基地行动。因为迄个所在台北松山迄所在有日本人的军队的即个飞行基地，军事啦，飞行机会威胁起飞的意思。所以因的目标就是会破坏日本的军事能力。所以就是头一个咱讲就是。中华民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甲苏联来空袭台湾，你等阵歹去想着这个代志因为当台湾的统治是佫无共款第二是中国甲美国，我即当讲即个中国共款嘛是中华民国，过去的中华民国就是依照大陆嘛，当时因伫中国大陆迄边甲台湾迄时台湾无伫迄范围内底。事实上日本伫咧1941年，西元1941年。偷袭珍珠港，珍珠港捌听过？珍珠港是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了后，美国人就非常生气，规不岛火。伊咱人讲规不岛，大家讲规北岛，规不岛火，规北岛，但是其实过去是讲规不岛，这个变化较特别了呢，大较少啊。这个时阵1941年，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了后咧，就正式美国非常生气嘛，正式对日本来宣战。到了1943年11月25，中国咧就甲即个美国联合，迄阵是盟军嘛，因做伙的为即个中国江西来出发，江西省迄个所在出发，目标是要破坏台湾新德州的日军飞行基地，伫新德迄边。当时听讲，敢若日本的即个军机都互人弹害52只，再讲即届这规模真大，哇，那不哩严重，52只飞行机弹害了，隔年也就是1944年开始，
美国重新控制菲律宾了后，伊伫菲律宾遐有基地，对包含台湾在内日本有控制权的所在，拢进行即个扩大空袭的规模。迄真害的，嘿，真侪所在，只要你是日本控制的所在，伊就会甲你空袭安尼。所以大家常常知影讲，好看。当大家较知影讲，台湾有会受到空袭，但是真侪过去教育内底无甲你讲，谁甲咱空袭的？毋知。嘿，其实是中国人甲美国人，甲苏联人，当时的中国人啦，中华民国当时的中华民国人，就是即摆大陆意思啦。迄阵阵啊，应该是安尼讲。简单讲，就是蒋介石的政权啊，迄时阵蒋介石的政权啊。过来就是即个，咱都讲，因为国民教育内底定定拢无伫讲着，到底是谁甲即个炸弹迄落来的。咱毋是讲要追究谁的责任啦，是讲咱认为讲，我是认为讲历史的物件爱讲清楚，你无应该暗藏。你课本内底知，互大家知影有空袭，你少爱互知是谁来迄炸弹。对啦，是拢无讲，只是讲有讲空袭安尼。大概也知影讲即件代志，但是嘛是拢大家提过着拢无讲啥安尼吼，带过定就是拢无讲安尼。我感觉种这是其实爱互大家知影，所以其实这几年真侪即个，像咱讲有一个倒啊算倒啊移，咱讲桌游，桌游台北大空袭。嘛有一个另外一套做高雄大空袭，其实拢是伫咧讲1945年，包含宜兰，过去宜兰的古城区、宜兰市啊、五围遐，嘛是互弹甲安尼，真正是恐怖啊！弹甲安尼吼，乱七八糟啊！是，当然咱头前讲这是较严肃的问题啦，吼，历史的问题是安尼。那所来咱就来讲两个较好笑的新闻，先了解一下甲炸弹有关系的新闻。就是拢甲即个无爆炸的炸弹有关系。无爆炸是毋是就规粒落落来啊？对啊，对啊。那即款空袭了落落来的即个无爆炸的炸弹，华语内底叫做未爆弹。对。未爆弹知影？未爆炸。是。但是台语内底大家可能头一个想到的就是 A 九弹。有即款讲下哑巴弹 A 九弹不过其实因为过去即个李登辉前作。拍乌啊，叫做拍乌啊，打嗝拍乌啊。前总统李登辉捌有一个即个哑巴弹事件，A 九弹事件这是国家军事之间的问题但是因为这甲咱这边主题无关系，我就无讲较详细就是互大家去做功课。但迄个时阵讲的 A 九弹，甲咱打讲即款落落来无爆炸 A 九弹，其实无啥共款所以其实 A 九弹过去是讲的是讲李登辉时阵讲迄个物件，但是因为咱打暂时嘛无其他用词啦，甲大家捌讨论过，大家嘛是因为讲暂时安尼讲较好，就是未爆炸的炸弹就对啦。所以无落落来无爆炸的炸弹，咱共款拢甲号做 A 九弹咱家伫遮就是安尼讲。来讲头一个新闻，即个新闻事件根据英国一个真出名的小报，毋是讲伊发行量少，是讲伊专门都报一寡咱讲花边新闻报一书安尼啦。报一寡名人的即个风声啦，一寡有诶无诶啦，无重要诶。小报意思是安尼。报纸会看这大篇诶以早呢伊这小报就是一书啊。毋是，小报诶意思是讲伊报诶物件拢是无重要诶，主要就大家兴看，比如讲搭一个。人但是歌手佫离婚啦，娱乐版的同款啦。最近迄个有一对美国的翁仔某离婚官司足清的，我想电视顶应该拢有报，应该嘛加减有看到。明星的新闻啦，私生活啦，温书的代志啦，家己。对公众其实无重要的代志，但是大家拢兴看。对，小报，这款叫做小报，这间叫做太阳报，或者太阳报，这是真有名一个小报。无即摆是咯，水果的。台湾就是有一个水果，其实拢差不多啊啦。大家拢会使讲。讲伊这个新闻伫报道就是讲，这个英国皇家病院伫咧旧年2021年的12月初，也是差不多半当前较几年6月份嘛，急诊处理一个男性患者的案件，一个查甫的患者，处理什么案件呢？就是为这个患者的直肠内底，直肠是啥？就是直肠，无错也就是为尻川腔入面开始算迄段啦，迄个直肠直肠，为尻川腔就是尻川腔华语啥？屁眼，应该是啦嘛，是啦。尻川腔嘿咱就讲尻川腔因为尻川腔内底迄段。内底出一粒做那个内视镜嘛，迄个嘛是爱为遐入面，对，迄就是直肠嘛，直肠镜大肠镜就是为直肠入面嘛，大肠镜嘛，就是为迄个所在咧取出一粒二战时期的 A 九弹，
啊是长17公分。啊是当然通啊囥较济，直径知影？直径就直径嘿6公分哦，6公分大概说摕笑来去量一下嘿，直径17公分，啊这个长度17公分，直径6公分，6、17啊，因为17/6啦，啊17甲6吼，长17啦吼，啊这个跨度你甲算6公分安尼，因为大家无了解讲这个 A 高段的情形，毋知讲会爆炸无，所以就搁出动了军方专门处理炸弹的这个专家来斗相共，吼，惊讲若会爆炸要怎创，你总是要专家来。好佳在提出来了后咧，认为检查啦，认为讲这可能毋是实弹，可能意思是讲可能是仿的啦，反正无一定是真正二战时期的迄粒安尼，所以应该是无爆炸的这个危机，危险，好佳在安尼。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有这个二战时期的 A 高段甲放伫卡厝内底？照伊的讲法，伊的讲法啦，是伊有收藏真侪这个军事的纪念品、收藏品的习惯，出来可能放一个，比如二战时期的一寡枪支啦，遗留落来物件啦，吼，像这A 高段啦，吼，还是当时的一寡军服啦，吼，等等一款物件，啊，就放去厝看水啦，因为迄天咧，当伫咧整理这物件，就先甲放去涂骹，煞无小心无细意，咱进前伫咧即个俗言内底吼写诶啦，咱咧俗言诶集数内底也未讲着，但是我捌写过一句叫做上帝讲跋鼠脚，叫做断骨。断骨怎意思？骨就是讲咱尻川到即个圆即个所在，敢若骨嘛，骨骹起就感觉。断骨就是敢若断因啊，感觉规尻川坐咧涂骹跋倒。嘿，遮你拄拄啊好吼，即个尻川就拄好对准着即个 A 高段甲坐落。那个太好笑吧？即个 A 高段佫遮你拄好是摊伫囥摊伫，一般咱物件会甲囥摊倒惊倒去，我来囥摊倒，毋是。囥摊伫徛伫咱咧头向，伫尖尖的头向上安尼吼，就摊伫甲徛伫遐，尖的迄头向顶面才来发生即款即个遮尼拄好的代志。你要讲真好笑。毋管你是要相信还是毋相信啦，反正我当做伊讲是真实的啦。我嘛是毋敢佫继续想落，反正就是有发生即件代志。最近真出名，真侪频道拢捌讲过即个故事，即个新闻，旧年底发生的代志。这头一件。到尾安怎处理？就咱拄讲，即个紧急急诊处理出来、摕出来、出来啊！按着破百，应该无甲破百啦，我毋知影怎处理的，这我毋敢去想。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新闻，两件新闻嘛。第二个新闻是屏东县的即个县议员，蒋月辉，我毋知伊叫做月辉还是月辉，一般叫做月辉啦。月会啦，蒋月会。话讲月，话讲月。一般咱名内底若是有月即个字，票定听着是月历、月历。所以我嘛是照先照安尼念啦。这个故事当然咱既然都已经讲着屏东的议员啊，所以一定是发生伫台湾的故事。这个新闻啦，这是讲伫咧前年2020年的11月底，屏东县的枋寮，我毋知伊叫做枋仔寮无，可能有啦。咱是照伊迄个县名正常念吼，毋是县名啦，迄个所在目前登记的名，甲即个村日即个交界两个所在交界，伊有一片即个私人土地要开发，但是可能因为影响到一寡遐附近二战时期留落来的遐迄个碉堡就是咱较早的即个有枪孔会留枪孔，迄款就是碉堡啦。即个阿兵哥会留伫内底，会藏伫内底，有迄个孔会使互你甲穿出去安尼，佫会使观察外口安尼，碉堡。到即个民众甲即个咱讲县议员蒋月辉做伙去抗议，讲你可能才会开发的影响到咱过去留来即个古迹历史古迹安尼所以想袂到即个竟然伫遐现场发现几多粒即个 A 高段，又佫有 A 高段，所以各港议员都佫去要求去抗议啦，要求讲你遐封路，因为惊危险，甚至迄工其实又当工又佫发现新的 A 高段，佫摕起来翕相。翕相就是拍照啦，翕相拢会使一手摕一啊，你若看相片你若网络查拢查会着，看相片敢若摕2粒番薯伫手诶，是的话，袂细粒咱讲像二战时期迄个空袭的是差不多17公分长嘛，伊这嘛差不多啊，2粒摕手，敢若2粒番薯，个边拢土嘛，拢顾着土咧。17公分长有影啦，就敢若番薯啊，番薯差不多2粒摕手就敢若番薯安尼老实讲，迄画面看起来小可好笑，或者一个敢若妈妈安尼蒋月
话回我毋知你捌看过伊伫新闻顶无，一个敢若妈妈迄个感觉的人吼，摕两个即个A 高段，敢若限字体手的，想毋知人想讲这是要控油的哦，无啦，迄就是迄个A 高段吼。毋过遮济 A 高段的伫咧屏东出现，吼，咱就会知影讲过去。伫咧遮一定有受到真大规模的空袭，你知道遮是 A 高段嘛？对。不过嘛是真好运啊，是讲遮的炸弹落落来了，拢无爆炸，遮煞变成 A 高段，吼，或者的所在人伊减少受到即个空袭的影响吼、伤害吼，这时代你一爆炸时咯，拢足大的伤害，不堪设想。迄人是规都无去啊，哦，两脚两手一个小 case，可能拢是无去，不堪设想哦。但是听讲吼。这是妈祖的功劳，安尼哦，所以这叫做妈祖新炸弹。哦，妈祖到底是安怎新炸弹咧？滚天开，神着，这嘛是一种可能。要咱神，咱歇困一下。退忙啊，忙啊天开。那咪咱就知影，咱歇困一下，那咪继续等下。心花开送册活动的说明来咯，为着即个庆祝也得来开讲，也特聊聊天。即个 Facebook 加 Instagram 拢总共超过500个，其实已经得要600个啦。即个追踪订阅就追踪订阅，拢当然包括最近的即个收听，大家嘛拢反应袂歹，所以特别有准备礼物来送互咱的即个天兵天将，也就是咱的听友，咱亲爱的听友咧，咱送的即个物件咧，就是咱的即个台文作家，咱都一直讲着郑顺聪先生的即个亲笔签名新册，台语心花开，心花开，我是不是叫讲着心花开，你就要唱两句的意思就对啊，去 Q 掉就对啊。事实上，甲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讲，咱当然私底下嘛有在讨论这物件吼，确实你若正式念，那照正式发音的原则来念，伊即个心花开，因为咱讲台语会变调，伊正式是念做心花开。但是事实上，咱伫咧生活当中，伫2000呐，即个伊的即个心花开即条歌出来进前，其实咱拢是安那讲的。就心花开啊！对，咱毋是讲心花开啦。心花开。咱定讲心花开，或者心花开，心花开。就是因为即个心之字，咱共款的维持分调。较大声啊！主要是以声调来讲，主要是心即个字会维持分调。心。照你讲，其实可能头前咱会降调，比如讲咱一般咱念分调念一字的分调是念心，对吧？咱遮拢安尼讲啊。但是咱若是心放伫头前时，咱就降调变成第三调，比如讲心情，都是心嘛吼，心头。对吧？咱会安尼讲，但是最特别就是这个心花开，正常爱念心花开无毋对。但是伫生活当中，定是讲一个人看起来敢今日真心花开啊，就是讲真享乐、真欢喜，心情好，行路敢若用调的，毋是用行的安尼吼。所以咱对咧做一寡讲法的改变的时阵，咱自然就算伫2000那即条歌出来进前，咱嘛会安尼讲，就是咱会甲迄个音向有关，变成心花开，或者心花开，吼，就是甲开即个字放口表变心花开，或者心花开，咱意思是讲甲音有关了后。敢若连讲话嘛，迄会跳动安尼，迄种感觉，这是较特别，无完全照着正常来念心花开，迄种感觉。你念心花开，听起来敢若无遐欢喜。无啦，咱哦，伤冷静啊，伤普遍安尼讲，袂去讲头讲3字点点啊讲，我是拢安尼。在地你讲到即个事的时阵特别活泼，特别高追，所以咱就讲即人真心花开啊，规讲心花开啊。讲着咱敢若要跳起来，你感觉。就连字听起来咪，所以跳舞起来呢。台语一个真特别的特性，就是讲，虽然咱有一个原则伫咧无毋对，一般讲话拢是照即个原则，无大家听无。但是有一寡真特殊的用词，因为即个环境语境，有伊的使用的即个词的特殊性，咱可能做一寡变化。个环境上讲法会无共款。这其实是伫咧2000那迄条歌出来进前都有即个现象吼，毋是讲2000那歌出来才有，或者是较特别。当然你是听迄条歌甲改变的呐，迄就是受到伊的影响，一定嘛是会输。但是其实在地我自细汉听着，阮就知讲，咱无
教伊遐乖乖念讲心花开吼，念听起来这人心情一定无好。咱若悲音啦，咱若讲迄个人安尼规工看起来真心花开吼，咱都可能是以为讲这是人考试，吼讲即句话人可能是人考试，咱都袂认为讲伊是对伊的欢喜，听起来安尼无真无介欢喜。嘿，原一般人讲这心花开安尼吼，定定安尼啦吼，这小可无共款吼，甲大家提醒者。啊，都讲到咱即个郑顺聪先生的一本册吼，台语心花开，其实你手头担嘛一本啊吼，双子手头嘛一本，其实伊是用华语来写的，所以你若袂晓看台文的人免烦恼，就是咱一般讲国语啦，或者是华语，用华语来写，啊，内容咧其实非常丰富吼，真澎湃啊，一般拢是一寡生活的用词，伊内底有一个真趣味的即个讲法吼。一个 slogan 啊，就叫做伊要开一间台文的百货公司，来满足你学台语的各种需求。安尼哦，过去咱讲台语 1.0 用的是咱的过去的台语啊，找倒来真侪用词，真侪在地生活的物件，咱会晓讲，爱找倒来无毋对。迄就敢若咱可能讲即个传统市场啦、路边摊啦，真侪好食物件，其实宝贵的物件拢伫遐，所以咱来甲找倒来。但是第二，你台语嘛必须要对着时代，对无？真侪新的物件一直出来，即个物件要安怎讲？可能过去台语无用台语伫讲即个词，所以咱必须要去找着即个词安怎讲。咱即嘛都爱创作啊，对，爱创作，爱去。凡说有的物件是过去的物件，是重新摕来做改变；有的是新的事摕来使用，重新发用拢有可能。所以伊即本台语心花开，其实就是有即款的概念，讲伊为即个日常生活，依然去讲日常啦，日常的生活内底真侪，比如讲你若看到即个缘投送，看到帅哥美女，看到水查某囡仔，你会安怎来形容水即件代志？或者你像你去台北啊，大酒店物件真济，好食物件即个名要安怎讲？也是你看你去煮即个日语讲卡子冻，就是猪排饭，猪排饭啦，或是即个咖喱饭、咖喱饭，真侪生活中食的、用的，还有生活真侪，比如讲你厝大环境，厝内要请价就是装潢隔间。请价，时价是日语来的啦。时价嘛是共款，就是修饰，较是表面的迄款的修饰。咱即马特别讲话啦，女性啊，较侪会讲，小可去时价一个，拉皮一个，电波啦，是毋？我嘛毋知当时时间啥。咱讲你小时价一个，拢无共款。像阮当初讲，啊，你出来都不一样。其实华语内底嘛，定定讲进场维修，对，所以其实台语原本嘛，就即款的讲法，都时价。你若讲，甲一个会啊，希望做一寡保养，就是讲，无甲整容迄个程度啦，就是像咱讲，可能注一寡玻尿酸，是毋是？小微整啊，系啊，个肉毒嘛，肉毒肉毒杆菌，杆菌拢会使，肉毒杆菌啊，或是即款的物件，迄个咱会使讲，去小可时下个一个。你讲有诶一寡个人讲。客面食饭，咱就嘛对不起啦。安尼讲有较严重啦。但是咱总是希望讲家己维持，家己看了欢喜。我讲这是嘛真鼓励大家，鼓励毋是讲你要去做整容，那是你小可去调整你家己状态。你讲我的心情自己会快乐，还是 OK。我讲是无要紧，因为讲实在贵嘛，袂甲足贵的。无啦，莫讲损害到身体，我相信是 OK 啦。无紧，真济啦，咱讲包含着你啊，坐车各种的交通工具，啊个即个甲人问好啦，也是你去即个健身，像我最近嘛写真济即个教大家讲，比如讲。阔背肌下拉，你都台语要安怎讲？阔背肌啥？这阔背肌？阔背肌就是你骹只片，骹只筋。我用骹只筋来形容，筋其实是讲筋肉啦，肌肉。骹只筋就是骹只片的筋肉，你要安怎训练？就骹只片训练骹只片啊。骹只片是讲背部，但是你若要强调讲是骹只片的筋肉。我会用词，我会用骹只筋，因为骹只本身就是激烈背部啊。比如咱讲肚仔烫骹只，骹只烫肚仔，讲腰间呢。腰间不到烫过啦。骹只本身就是有背部的意思腰肌啊，就是前胸贴后背。是，所以真济无共款，你生活中拢用到的，会使用到的用词，所以这本册非常好耍，内底嘛拢有做这个台罗拼音。台罗拼音真简单，算讲注音的一款啊，你若袂晓其实拢足简单的，小可摸一个就一定会晓。应该基本上你爱会晓英语啦。你26个字母，对，
免全部捌头。是啦。因为有的这个字母是无啦，吼，是啦，英语字母伫咱的拼音内底是用袂着的。所以讲你拼音嘛是拢以这个英语啊落去拼的。你 A B C D 念会出来就会使，安尼就会使。你英语听到差不多安尼就好啊。好啦，你自然就会晓，真正你自然就会晓。吼，所以其实真简单。所以这本册我认为讲，我先来专工准备这本册，甲陈老师合作，就是真正认为讲这本册非常适合所有，尤其你对这个台语吼有兴趣，或者是你会晓讲，你若会晓讲，你去看这内底字吼，足简单，你就知影拼音安怎拼嘛。啊，有一寡生活当中，可能你平常时会晓讲，但是较复杂一丝丝啊，是讲希望会使讲得更较清楚、更较好诶。这本册拢非常有帮助，而且拢足轻松诶，拢是一寡短短诶文章，趣味诶吼，嘿，拢是足趣味诶，伊写法拢真趣味，所以一寡伊诶生活日常生活诶经验，所以内底有真侪真趣味诶，即个用词吼，大家拢会使有机会会使来看一下吼。即个有准备3本要来送互咱诶听友，咱诶天兵天将，啊，要咱摕到即个。这3本册，我明仔寄互你咧。第一吼，几个方法大家注意一下。吼，第一就是爱二赞，是追踪咱的这个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按赞就对了。嘿，这是基本的嘛，就是。那第一篇，因为我教学每一集我拢会发一个文章，甲大家讲啊，这集特别讲什么主题，对不？第一个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顶管，我拢会发一篇这个物件，这篇这个文章，请你伫咧文章的这个留言区、留言区、留言区来标注，这个台语听无，我后壁对你国语甲你翻哦。这应该听有啊啦，听这集我听无都袂使哦。真系啊，系啊。来标注一位这个对台语或者是对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好，标注怎样无？标注朋友。注音@啦有一个迄个符号哦，跟咱讲小老鼠、鸟鼠啊，迄个符号吼，就是你这个符号了，你会使标注一个你有加好友的人吼，然后你帮我拣一个。伊可能你认为伊对台语有兴趣，或者对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而且要留一段话，这段话是啥物呢？就是听阿德讲台语，自然心花开。好，那用华语讲就是听亚特讲台语，自然心花开。留这句话叫准绳哦。当然，你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听雪凤讲台语，自然心花开。这就是暗听雪凤讲台语，自然心花开。对，这就是咱的暗语哦。你一定要留这句话叫准绳哈。那两款拣一款就好。我讲两款是讲，你要写阿德嘛会使，你要写雪凤嘛会使。拢写嘛会使。你若两个拢无想要得失着，你拢写我嘛无要紧，但是你只要拣一个嘛可以，看你较介意啥，较支持啥嘛拢可以。我只要邮票啊，嘛可以吼，互雪凤邮票吼。啊，这两个平台迄发文下骹你拢会使留，你中学留嘛无要紧，我拢会使接受。这两个平台我各自拢会用电脑。抽一位来送册，抽着我会跟你联络，讲你要寄去倒位，或者寄到美国我嘛寄去啦，我差无迄一束，运费是一寡钱啦，但是不要紧，我嘛无寄遐一本，就是3本总上这嘛3本总共3本，已经是足无简单啦咯。啊，单讲两个平台就各一本啦嘛，所以 Instagram 一本，这个 Facebook 嘛有一本，按到2本啦。啊，你若想要增加你抽到的机会，两边拢去留，两边拢去按赞，拢去二赞，拢是会使。过来第3本要安怎送？第3本是伫咧即个 Apple Podcast， 还是 First Story 或者 Mixer Box， 这3款，这3个平台是会使留话的。伫这3个平台留话互我。第一个，你赶快爱写咱讲听啊，德讲台语自然心花开，或者是讲听雪凤讲台语自然心花开，头一句咧写这，留话时阵，通关密语。安尼我刚才你是要抽册啦，无有的人若听反正伊感觉有兴趣好耍，伊想要留话互咱嘛是有可能，所以我毋知你是有要参加送册无，请你一定要先留一句这个，啊，你免标注朋友，这嘛无得标注啦。啊，但是人若留，一个人留话，会是你要安怎处理来抽呢？这个都不是用抽的哦。我当讲第2个，就是这3个平台全部加起来，因为留话这款的平台留话较无较济啦，因为这较无好留，大家较辛苦就算。Apple Podcast、First Story 跟 Mixer Box， 跟它这3个平台，因为这有留话功能啦，不是所有平台拢有留话功能吼。这3个平台内底吼，你留，凊彩你拣一个啦，拢会使。留话互我了后咧，以时间为准吗？我那边会讲时间，就是为这集发布了后拢会使，因为你听到才会知影这件代志嘛，所以都会使。我就使开始留话吼啊！你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写一个咱这通关的这个暗号密语，
嘿，就是咱当讲听阿弟讲台语自然心花开，或者是听朔风讲台语自然心花开，这是头一个。留一个嘛会使，留两个嘛会使，可以。总留拢可以。过来第二个，你个留一段话是写互我，也是写互朔风的。朔风姐，无论当地，就是看你想要对阮讲啥拢会使，拢可以。我会伫这3个平台内底拣一个，咱两个感觉讲上介意的留话，嘿，讲你留的话我真介意，我讲啊真介意这段吼，这本我就送你，这个我就会送你一本这个郑顺聪先生的台语心花开，这本书是无简单的心花开，嘛困不哩久啊生产出来这本书嘛是开真侪时间，累积真侪时间。所以嘛希望讲互大家有机会使摕到这本，我真正讲真好，这是送你非常适合的一本册，我认为对咱频道来讲所以特别甲这个郑顺聪先生来合作。那么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听众尽量去留话，不管伫 Facebook、Instagram， 是咱当讲 Apple Podcast、First Story、Mixbox 会使来参加。当然，我伫发文的时阵嘛会写这个物件啦，大家嘛说那袂记哩也是袂记哩要写啥，嘛会使小看一下。所以就今日来去留话。时间到什么时阵为止呢？到6月10号暗时的12点结束。6月10号啦，6月10号迄天是拜五，6月70，嘿，6月70，嘿，拜五，所以迄天12点，晚上12点，是截止，嘿，咱就结束，所以那希望讲大家尽量来参加，这是头一届有送册活动，大家若拢无较踊跃、较认真较热情来参加，以后拢不爱送啊，这都人情姜讨啦，情绪勒索，人情姜讨安尼。来，咱继续咱的节目，就是讲到咱当讲妈祖新炸弹对不？讲屏东，咱头前讲到这个屏东有几年啊，都要搁找，这几年啊搁找到这个 A 高段，哑巴蛋 A 高段哈，A 高段你若汉字目前是写作哑口，哑口就是 A 高，就是这个口字的变音啦，变成 A 高呢 ，A 高哑口蛋 A 高段哈，那今日正式要讲的这个妈祖新炸弹的故事呢，就是发生伫咧屏东。咱都讲屏东一直学着这个 A 高段吼，伊就来自这个两粒番薯，是两粒番薯咧提手的吼，还真危险。来自屏东万丹的这个万惠宫，话讲1945年2月20号，年初的时阵，2月20号等于讲咱旧历差不多拄过年无偌久，过年了无偌久，嘿，捌较慢嘛是，早起新春啦，甚至可能新正年间嘛有可能吼，早起11点，当时美军派出一队或者 B25J 吼 B25J 啦吼 B25J 这个军机来空袭屏东，伫咧这个万惠宫的北边。当个万丹街挖角的所在，遐有一条街叫做万丹街，万丹街。伫迄个所在投下炸弹，啥来伫遐？其实是因为当时日军就伫咧万惠宫隔壁街仔的即个万丹国小迄个所在驻军。当个万丹国小迄个所在，迄个大伫遐，大家驻军伫遐驻军，所以驻军就一寡军人住遐啦。空袭其实第一个要务毋是对一般的平民，伊其实针对就是这军事基地啦、军人的所在地啦，等等。但是炸弹无迄个乖乖啊，无遐尼乖，听话讲你要其实是拢四界走啦，所以毋才讲危险伫遮。根据这个万惠宫委员会讲法，当时投放的这个炸弹一粒拢差不多有半吨。半吨就是500公斤遐重哦。一吨是1000公斤嘛，半吨就是500公斤，足大粒的意思啦。当时的炸弹，甲咱拄仔讲迄个17公分迄大小迄款是无共款的。当时用的毋是即款的，一崩落是足恐怖的吼。其中就有一粒落到了涂骹了，先弄出一个坑，弄出坑了，顺续搁冲海边啊，即个厝壁，厝的较早壁无遐用嘛，无遐用对啦，伊早，小块就几坑啊。就搁继续。
沿着搭的即个成功街啊，成功街高吼，就安尼练过一直世界练安尼，高练安尼，啊，就佫弄破当时万丹的宝正或者李东奕因的即个厝壁。宝正就是迄当阵啊，即卖是里长啦，村长啦，嘿，村里长迄个感觉吼，迄个时阵宝正李东奕。因兜厝台无代不志好，即个下高段弄害安尼。最后停伫咧300公尺远的一间即个放粗坑的仓库，无爆炸哦。最后停落来无爆炸。安尼搞安尼弄，佫无爆炸，讲实在真是奇迹啊啦。所以当时若是爆炸，你可能反正连即个万惠宫，可能连边啊无啊，远的即个万惠宫嘛，规做害了去啊。过当工咧，逐个都往教庙去拜拜，求平安。一到一看，甲发现讲，妈祖的金身即个大富翁来等一节啊，咱遮大富翁咱遮补充一个啦，大富翁可能逐个无一定听有，大富翁迄咱讲了关系啦，你知影啥物意思对无？当然是倒位，所以我大富翁你知？我知啊，大拇指对无？大富翁是宜兰人讲的啦，其他所在无讲大富翁吼，即个手镜头的号名真侪变化，像台南台南叫大头母。大骨母毋是啦，大头母，高雄有的人讲即个镜头母公，是哦，趣味噶。台中有人讲大富翁，大富翁的意思，大富翁啊，佫有即个新竹会讲即个大头母。甲拄则台南咱讲大头母差一丝啊，对无？因为其实你在听着讲大头母，即个母其实是属于专腔的讲法。你讲阿母迄个母，咱嘛是用母，但是宜兰的漳腔会用母。咱在讲台南的即个字是受到漳腔的影响较济，即个新竹受到专腔的影响较济，就差一丝啊。若老三甲过去老三甲迄所在嘛是较泉州人的所在，因是讲即个镜头母公。听嘛就好笑。若鹿港的专腔，因为鹿港即个所在用着第六条，我无啥会晓发，因为我是漳腔党，所以我较袂晓发因的讲法。简单讲叫做大埔母，这是即个鹿港专腔。若有即个鹿港腔较好的朋友，欢迎你会使留话讲录音互我听啦，因为大埔母。因为这有第六条，我无啥会晓念因为咧，陈水你鹿港迄边就是因足趣味，因无啥共款。我就知讲，敢若即个手镜头就差足济啊！但依然嘛真特殊，依然是大富翁。足简单的，毋是大富翁，我佫无共款咯。大富翁这是大富翁是台中讲的，咱是大富翁。大富翁，大富翁就是咱即就是妈祖金身的即大富翁来等一节咯，好足奇怪的。讲咱来庙的代志吼，众人就发现讲，咱即是妈祖是道光年间清朝时阵就有吼。咱当讲即个下九段出现是因为空袭1945年，这就是日本时代最后一年啊。但是即个妈祖是道光年间，清朝道光年间就有啊，真久啊吼。在即个完成的妈祖金身，竟然出现即个断载的情形断指。无一定伊足早就断啊，拢无去注意。哪有可能？大家遮性格呢？哪有可能？事实上，伊前一遍拄着空袭的时阵吼，隔工大家来到妈祖庙嘛，发现讲，妈祖金身的迄下啊，哪会破空去啊？大家就想讲，这小可怪怪对无？这一定毋是普通代志，无法干。新名放去顶悬，放去红架道顶，平常是无人去甲吸着。无人去甲吸着，久会孵化，迄落氧化。你讲会害去就对啊。原则上，你讲三破就准拄煞。其实若用茶头来讲，茶吸出来的物件，照你讲无较紧，就向断去吼。所以大家讲，这可能一寡奇怪的代志。无，应该去甲找看卖咧。你想哦，这都毋是讲像一般人，你可能定定咧拍篮球，是走烧热，下下较紧歹去，对啊。走烧热，咱当讲走烧热，当时间讲走标，但是咱过去敢若较宜兰遮真少讲走标，咱一般人讲赛跑也是个你走拢共款。毋管你是个人慢跑啥，咱一般拢是讲走烧热。有的人讲走标，但是咱遮较少安尼讲，当时间讲走标，这可能是南部迄边传过来的讲法。反正就是安尼物件啦，但是因为妈祖无可能逐工去遐走啊，所以绝对无可能是因为下去突破嘛。我尤其顶边就已经安尼，就大家拢讲真奇怪啊，奇异吼。即届即个大富翁佫断一节，你毋知是妈祖有啥物指示无？赶紧请当机来问事，当机就来机先则讲这是妈祖去新炸弹的时阵啦，受伤的啦。顶边我就是用骹甲炸弹踢开，下毋才会破空。我即边想讲我无即边用新的好啦，煞无说伊手镜头
头啊，小可去闹着，无代志啦。大家一听就想讲。这其实讲安尼稳当是有影，咱万惠宫妈祖有灵像，人伫战争咱才受牵拖，毋是咱发起的好佳在是有妈祖慈悲来新炸弹，甲咱斗相共，是，所以大家自此以后，当然万惠宫这个香火就更较旺啊。日军后来嘛派人来处理这粒炸弹，囥去遐惊会爆炸嘛，所以甲这内底什么引信啦、引信迄个会弹起来物件吼，啊个炸药内底炸药嘛，能够破坏了，内底物件摕掉就对啊。嘛真好打呢，因为你也毋知伊崩袂你。有日军派人日军派专家来处理的。炸弹外壳就囥伫遐无效啊嘛，我内底物件跳无危险就好啊。恁看你们创恁个摕去处理，就囥伫遐即个万惠宫的墙啊骹，榕树下，囥伫墙啊骹。后来咧，为着大家为着感念讲，即个妈祖慈悲神通显赫，神通显赫，即个庙方就伫庙埕边啊，打造一个大大支的手掌的即个造型，手掌造型，手掌即个造型，手向天安尼，摕着一支手安尼，甲迄粒 A 高弹甲囥顶悬，这就变成妈祖新炸弹纪念碑。安尼来哈。了后咧，万惠宫的妈祖就互大家合作炸弹嘛。是安尼哦。所以咱当然讲到万惠宫，因遐拜，比如讲咱讲大家讲。镇南宫咱讲大家嘛，因为妈祖的号名方式真侪款，有的是用来源地，譬如讲咱讲湄洲嘛，即个什么云灵嘛，云灵嘛就是代表讲伊泉州来的，清溪嘛原则上是漳州来的，拢无共款无共款所在讲法无共款，有的是伊在地，譬如讲咱讲新港嘛。这就是伊目前伊伫什么所在啦，真侪讲法。像即个就甲伊的故事有关系，就是炸弹嘛。即摆目前伫哩就对。伫哩，迄个笔嘛，搁伫遐，你就看到一支手，顶悬囥一粒炸弹。安尼听有听到会当留经过遐会当去甲参观。屏东的朋友有机会，还是有去屏东算边亲身去参观一下吼。安尼就会了解讲，伊即个原因是倒来，为什么支手要摕一粒炸弹呢？吼，但是咱来知影讲。伫咧台湾神明是有分吼，像土地公，即算讲土地公其实算讲是一个魁，魁就是咱讲空魁迄个魁，就是讲敢若派出所共款，我咧当做派出所，无共区的土地公是无共神明哦，应该可能会轮调安尼，甲警察轮调安尼嘛，负责的即个范围无共款。不过若是像妈祖即款的，就是一神应全世啦，就是讲即个神明妈祖，毋管倒遐拜，其实妈祖拢是共一位妈祖，拢慈悲为怀迄位妈祖所以讲，毋若是万惠宫的妈祖有灵像，世界的妈祖嘛拢有灵像所以自从即个炸弹妈祖新炸弹即个代志传出去了，就愈来愈侪人讲，伫咧空袭的时阵有看到妈祖出现伫天顶接炸弹，毋是敢若万惠宫嘛有人讲看到妈祖用骹甲炸弹踢开，像即个中华啦、大甲啦、北港啦、安平啦，四界拢有人看到，甚至佫有一款讲法讲美军伫咧使军机迄个驾驶伊就是来迄个炸弹的嘛。捌有看到讲一个查某囡仔出现伫天顶，像你拄仔讲的，迄上外缘迄个棍一撩起来，甲天quỷ撩起来，就甲一粒半冻冻的炸弹，你甲鼓起来，甲你鼓起来，鼓起来，甲迄里边啊去，迄里边啊较无影响的所在去安尼。所以像中华啦，即个北投合兴宫、和兴宫，即个东雷、开基嘛，或者即个宝岛就是咱讲北斗，北斗过叫做宝岛。即个电安宫、台南啊，咸水盐水啦，迄个叫做盐水，但是在地叫做咸水，毋是盐水咸水，或者护庇宫、护庇宫，护庇宫就是即个月顶港定济时阵边仔度行无偌远，就看到迄间庙过来分林轮北轮背，为什么来当时轮背即个奉天宫。嘛，咱有即款妈祖新炸弹的传说，说法啦。甚至咱都要讲即个北投中华北投即个合兴宫嘛，共款有一粒 A 高弹遐嘛有一粒所以因的妈祖嘛，红叫做炸弹嘛，所以炸弹嘛毋是敢若一位尔，一个所在有安尼，所以这就是啥呢？我甲即个飘地或者新命级的防空系统，全台湾各地拢有妈祖的新炸弹，上厉害的即个。
上厉害即个防空系统啦，军事的防空的新兵级的。其实你还会记无？咱伫咧进前第22集的时阵，捌讲过即个三王斗长讲虎爷却失踪。有啊，这个故事有即个对即个印象足深的。嘿，这集其实收听嘛袂歹。我讲这个故事真特殊，真趣味。味。一直讲要过去看，行袂到。你有机会先去，比如5吉的即个永安宫。你应该是讲做5吉永安宫是迄个虎爷无去啊？你去找迄个虎爷位。你是给你干遐吗？对啊，5吉啊，嘛是5吉乡啊。你甲我讲5吉，我应该是你讲给你干。毋是5吉市区，伊伫给你干。给你干古给你干就是立泽简。给你干古是古街遐就是啊，无错吼。你使去甲看一下，因为遐是虎爷真正无去。找一个机会。嘿嘿，内底咱即个故事内底。疫情来拢毋敢出门。要啦，表人若无这时阵是无紧啦吼。好啦，内底有讲到即个新明道法嘛，吼，当时讲南阳大兴镇南宫、三山公庙的三王，甲即个苏澳镇南宫的法主真君、法主公车拼嘛，两个人毋对，两个神，两神伫咧道法，即时咱在讲两神，其实两神吼，在较文言就说两神伫咧道法，一个头盔起一角，一个小腿互下一刀，吼，当时即个代志嘛，拢显示伫咧咱神墙顶面，吼，神上神墙金神神尊，看你要安怎讲，吼，将腔的讲法来讲神墙，吼，就是你看到伊神明受伤，即个无实体的神明受伤嘛，会反映伫咧重视实体即个神墙神像，吼，所以这是台湾这信仰的真有特色的所在，就是实体的物件甲看袂到的神明之间的关联，吼，是存在。你就讲神明到底若受伤，到底若安那？伊的迄个神枪，都嘛对咧受伤，吼，得显示出来，互你看到安尼，吼，这是真趣味的，就像咱即个讲妈祖神炸弹嘛，是用即个方式来展示即款的特殊的物件。你若是毋捌听过三王斗阵讲虎爷却失踪即个故事。第22集，吼，伫咱第3单元台语话故事第22集，故事真精彩，紧诶，我头段听，吼，迄集迄个收听都真好，而且佫有配真侪音效，吼，听起来真爽快，哦，机会紧来去听，好，咱今日故事都差不多到遮吼，即个时间较长，因为头前佫有即个上册说明吼，开一寡时间，毋知大家听完即边的故事，什么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到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什么款的指教甲的建议，吼，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 Story 留言互我你看，而且即个你若有留即个通关暗号，嘿，你个会使抽册，吼，你个会使有机会摕到册，吼。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是即个 Spotify、Mixbox 嘛，希望讲你会使替阮留下5粒星。吼，大概有一寡，互阮一寡鼓励啦，吼。那拍册也是毋免钱的，吼，这甲 Facebook 送星星迄无共款，吼，这是免钱的，就免费的，吼，拍一个册，吼，互阮一个鼓励。拍册，你毋好讲拍册啊，拍一个册，拍册，毋是拍册啊，册啊甲册啊无共款。你吼，讲要念做伙，拍册是好啦，拍5粒册，吼，星儿亮晶晶，评分吼，互阮5粒册啊，你嘛会使伫 Facebook、Instagram 顶面来找出亚特聊聊天，嘛会使看到佫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吼，真侪物件节目内底无讲到的，我嘛拢伫顶面来继续补充安尼。好，那嘛毋通袂记哩，吼，就是伫 Facebook 甲 Instagram 顶面找到这一集，互咱目前的这上新一集的这个宣传的文章，文章呢，你会使完成到咱头前讲的这个任务，就会使抽订顺创先生的新册《台语新花开》，吼，这个作者亲笔。作者亲笔签名的版本哦，有签名，完全免费，甲你寄到位啊，遮好的机会毋通拍算去。顺续补充一下，除了即个作者签名，你若有希望讲我或者是说奉旨，替你伫册内底吼签名的所在嘛，签一个名，或者是留一句什么话互你，那我去甲你联络的时阵，我会你会使甲我讲，你会使主动甲我讲。若有需要，但是我伫甲你联络的时阵，袂特别佫提起即件代志，吼，无我惊等到你歹势，只好硬讲无帮伊签个名，或者你若无需要，希望讲维持，有人希望维持作者原本的签名就好。所以我伫甲你联络时，我袂甲你特别佫讲即件代志。但是你若是咱的听友，你就知影讲，你若有需要，希望讲我帮你写一寡物件，你爱主动甲我讲，或者是希望说奉旨帮你写一撮物件，吼，你爱主动甲我讲一个，吼，大概就是安尼。在遮你若行有余力，吼，心有余力，吼，愿意一杯咖啡，一杯即个一包脑糖的即个钱，来鼓励我做更较济即个创作，吼，嘛会使点下小诺的说明哪位的赞助连结网链啊，
就是连结啦。赞助水喜，生意食水甜，咱产是心意。大笔的我嘛介意。不管多也少，拢感谢你的支持。既然都安尼，咱就后礼拜佫继续讲落去。好，再相会咯。大家都拜拜咯，拜拜，这就拍等一刷。拜拜。拜。我跟你讲迄个妈祖的笑话，就是根据清朝有一个文学家甲一个作家啦伊就是专门做历史的研究，姓赵，伊有写一篇文章，就讲即个往来台湾的人就是来往台湾，就是讲你为长山来到台湾，甲台湾等甲长山两边做生意嘛定定对驶船，来去去，驶船因为经过乌水沟，风影定定真大，所以因拢会拜妈祖，真信妈祖，妈祖海神嘛，所以因拢会即个认为讲阮若行船只要有妈祖伫保庇迄效果都无共款。心肝加足安定的。但是有一个足重要，你一定要注意代志。你若是你拄着即个风影足大危险的时阵，你就要紧呼请妈祖斗相共。但叫的时候一定要叫妈祖。你若叫妈祖，请妈祖斗相共时阵，伊就讲爱叫这两字妈祖这两字。他不会叫啥？妈祖伊就会即个披头散发，意思讲拢无西装无打扮，无时间因为你伊是妈伊是祖无要紧，所以随时，不管你创啥随时就紧来甲伊斗相共，所以伊拢无西装无打扮安尼嘛来赶来甲你斗相共，效果就随出来，意思是讲即个风影随时你爱赶紧啦，风影随时就会停啊。这做紧急的代志爱赶紧，但是因为妈祖过去嘛做天妃，因为中国毋是所行船的人，毋是每一个人用台语啊，毋是每一当时因遐是闽南语啦毋是每一个人用闽南语，嘛毋是在地拢一定叫妈祖。譬如讲你若是中央来的，譬如讲你北京啥嘛是经过遐坐船，譬如讲为泉州出港坐船等等的，因可能会用其他的语言因的歌话，因可能就会叫天妃叫天妃的话，一个妃子的话，我就要把自己装扮得很美啊，伊就会规身躯洗到甲清清气气西装打扮衫嘛爱穿雍容华贵。叫我天妃，我有迄个身份，我当然嘛爱处理好。华语有做带妆带发，全部拢用到，所以若伊来到现场，就会较晚，你危险就较悬。唔通啊，爱赶紧的。有即个记录讲，你若要就装一个历史学家，伊除了是文学家，伊是历史学家，写一寡历史记录的。讲有即个代志，就讲你若叫呼请妈祖，你的危险随结束。因为伊拢免西装打扮就来啊，我感觉迄本书共款但是你若是即个叫天妃就不得了啊！你要等甲伊西装打扮好甲来，唔通啦，唔通叫天妃，就即个故事，就讲就古锥的。赶紧啦，妈祖啊，来救我啊！就是安尼我这个故事我真介意，真好耍啦你做研究的时阵发现有即个讲法，即个历史学家写的书，写的故事安尼。